你整緊咩啊？陳凱莉？我整緊餃子。你咧？妹妹？我整緊雲吞。雲吞。跟住點啊？跟住呢度。我試試嗰度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有啲油。3、2、1。呢個擺喺一擺呢度，我擺啊。唔係啊，擺出少少啊，擺出少少啊。乜嘢啊？哦，佢要擺好靚㗎喎。